各位畢業生，請大家唔好低估你哋嘅影響力。你哋每一個決定、每一個工序、每一個設計，都可能影響住一個社區嘅安全、一個家庭嘅幸福，甚至一個城市嘅未來。面對唔同嘅挑戰同埋機遇，但係記住，建造業唔係一個人嘅戰場，而係一個團隊嘅交響樂。懂得尊重、協作、聆聽、顧己及人，懂得欣賞不同崗位嘅貢獻，你哋將會喺職場上走得更遠。在座各位畢業嘅同學或者家人，喺幾年之後再回望呢，發覺今日對你嚟講係一個特別嘅意義。點解特別呢？因為今日就係大家喺建造業呢片遼闊大海上邊揚帆出海嘅啟程日。我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抱住自強不息、擁抱變化嘅精神，喺呢片大海之中大展拳腳，做出亮麗嘅成績，為我哋嘅家園香港嘅美好建設出一分力。透過學徒訓練計劃，我開始咗一邊讀書一邊做嘢嘅生活模式。課堂上學到嘅專業知識，加埋實習工作中接觸到嘅真實經驗，令到書本上嘅理論變得更加立體、更加實在。畢業唔係終點，而係另一段旅程嘅開始。我哋會繼續努力，繼續學習，繼續喺工地上設計圖入邊每一個建築細節中發光發熱。各位畢業生，你哋嘅未來係無限嘅，請懷着對建造業嘅熱愛同責任感，勇敢地走向前方。你哋嘅雙手將建造香港嘅未來，你哋嘅創意將塑造城市嘅面貌，你哋嘅堅持將推動社會嘅進步。請記住，你哋係香港建造業嘅一份子，係城市發展嘅推手。香港建造學院，耶！